你怎么样？没受伤吧？你刚才干嘛要挡在我身前呢？你知道吗？如果不是我出手快，你早就没命了。我没有想那么多，看到你有危险，我就想挡在前面保护你。没事，这样就好了。刚才那一刹那，我突然有了个念头，我不能再这么胆大妄为的活下去了。我要为了你，好好的活着，好好的保护我自己。真的，你是为了我吗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如果是梦，我希望这个梦永远不要醒来。天哪，你怎么受伤了呢？没事，一点小伤。刚才那些是什么人？怎么出手这么重呢？那些人使的都是我们满族巴图鲁的武功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这次的裁员伤到了人。没事，不用担心我。走吧。表妹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来，大妞，我们走。慢点。怎么，还不过来呀？表姐，妹妹眼拙，没有看见是表姐还有大妞来了。大妞，妹妹现在得蒙圣宠，眼里哪还容得下我们母女？表姐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我们是亲戚，而且我一向都是很尊重表姐的。这都不过是些表面功夫。本宫多次托妹妹给皇上递个话，要皇上来看看大妞，恐怕妹妹你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吧？怎么可能啊！天地良心，这几天我每天见到皇上都说这事儿，可是皇上呢，当是耳旁风似的，这只耳朵进，那只耳朵就出去了。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这话该怎么给表姐回呢。是吗？嗯，事在人为，只要你有心，就一定做得到。怕就怕呀，有些人过了河就拆了桥，自己吃着鸡，连口汤也不肯让别人喝。表姐，你真的冤枉我了！你不要再狡辩了。本宫知道，在这深宫之中，只有卯了劲争斗的女人，没有姐妹之情。本宫瞎了眼，看错了你。从此以后，你我青山绿水，走着瞧吧。表姐，你们把那些水果都摆过去。是。哎呀，这样的日子到底要过到什么时候啊？我真的待不下去了。我再这样，我没病都要有病了。是啊是啊，这些烟呛在嘴里就跟吃了苦药似的，难受死了。真艾草啊是个好东西，多闻闻它，不仅对身体没有坏处，还有好处呢。可是莲儿，我们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吧？我听外边的人说，如果新者库再这个样子，皇上就要把我们全都赶到天花的疫区，那我们不是惨了？啊！
来，姑娘们，新鲜的李子，赶紧过来吃啊！有李子吃了，苏公公，苏公公好不好啊？好，是苏的，你过来。我问你，你平时不是最有办法的吗？你快想想，我们要怎么样才能从这个鬼地方逃出去啊？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啊，我天天干活，累死我都行。我再也不想闻到这些奇奇怪怪的味道了。玉树姑娘，你就忍一忍吧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啊！我呸！很快很快，你每次都这么说，光打雷不下雨。我要离开这里，我要马上就离开这儿。玉树，苏公公，你不要怪他，他最近啊也可能是憋坏了。皇上总说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将什么？必将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对，就这句。你说他连这点苦都吃不了，将来的大风大浪他怎么受得了啊？将来，莲儿姑娘，你别着急，我留心着呢，机会很快就会有的。谁要机会啊？闻一闻，闻一闻。哎，吃东西呢，你，机会，机会。救人呐！救人！救人！救人呐！娘娘，您别自寻短见。谁说本宫自寻短见？那这三更半夜的，您在这水里，这……本宫身上热，本宫身子发烫。如果没有这水，本宫真不知道本宫会不会被这股火活活的给烧死。娘娘，您要热您早说呀，我找人去冰室给您取点冰来。哼，你也太客气了。本宫这把火，冰灭不了。那奴才能为您帮点什么忙啊？你是个太监，你也灭不了。娘娘，您把心放宽点儿。皇上还是很疼小公主的，早晚都会来。早有多早，晚有多晚。你这个没用的家伙，滚！娘娘，您滚！这等等。本宫身上的这把火你灭不了，可本宫心里的这把火，你能灭。娘娘指的是？本宫的亲表妹，徐家席香千贵人，本宫那么帮她，她竟然恩将仇报，她连口汤都不给我喝。娘娘，您在宫里不是1天2天了，这棋子用的不顺手，换一颗呗，何必动这么大的怒呢？生气只能气着自己，对于别人来说，可是无关痛痒的事儿。棋子，新者窟里就有一个，本来奴才是要自己扶持的，可您看奴才现在这个德行，宫里是个人就比我强。与其让他在新者窟里埋没了，倒不如为娘娘所用。您说呢？好啊，最差也能让徐家席香尝尝被冷落的滋味。娘娘吉祥。
抬起头来。娘娘，他呀，别出声。本宫就是想看看，他到底好在哪里。他自然不及娘娘，不过他年轻啊。闭嘴！来人，掌嘴。是。你不是宫里的老人了吗？怎么这么不懂得说话？他若是不及本宫，那本宫找他来干什么？你说他胜在年轻，意思是本宫老了吗？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我其实……好了，不过看起来倒是挺顺眼的。那就跟着本宫吧。还不快谢谢娘娘！谢谢娘娘。谢谢。奴婢给娘娘请安。免礼了。本宫不是要你做这些的。奴婢不明白娘娘的意思。只要本宫愿意，本宫把一切都给你。那你告诉本宫，你愿意听本宫的话吗？愿意。那就好。表姐，表姐，你怎么把他给带出来了？哦，是谦贵人呐。怎么忘了宫里的规矩了？见到本宫还不行礼？是，臣妾参见婉嫔娘娘。哼，这就对了。既然不能按姐妹的情分来办事，就得按宫里的规矩来。表姐，你滚开！表姐，我不管你怎么想我，但是你绝对不可以把这个莲儿带出来。你知不知道，她一直很想接近皇上的，而且这个女人她有病。推推攘攘的成何体统？宫里想见皇上的人多着呢，至于病呢，本宫已经问过李太医了，她呀好得很。表姐，哎呀，不知道本宫是不是看了一些不干净的人，突然觉得乏得很。莲儿，扶本宫回宫休息。是。表姐，表姐，你听我说。来人呐！本宫口渴，拿点水来。哎呀，这人都死哪儿去了？真该死！人都跑到哪儿去了？莲儿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还穿着本宫的衣服？来人，来人呐！快把他跟本宫拉下来！本宫，哼，这长春宫已经不是你的了，你还好意思说本宫？谁说长春宫不是本宫的？来人呐！快点来人呐！别叫了。他们不会听你的了。今儿早上，皇上已经把你废黜了，现在这长春宫啊，是我的。你胡说！你不信啊？自己看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皇上不会不要我的。来人呐，把这个恶毒的女人关到新者库去。
谁敢？走，放开本宫！走啊！你们放开本宫！冥顽不灵。不，我绝不可以让这样的事情发生，绝不可以！钮钴禄莲儿，你等着瞧，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，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这么晚了还不睡？王爷，前几天在集市上跟绣坊的老板学了双面绣，一时新鲜的很，就多绣了些。这才几天，绣了这么多了，又不是刺绣比赛，早点歇着吧。还有一点点就绣完了，王爷您先去睡吧。绣什么呀？至于连觉都不睡了？好啦，我的好王爷，我就这一点嗜好了，您就高高手，让我绣完好不好？好吧，早点歇着，可别绣那么晚啊。遵命。堂堂福晋，连夜刺绣，又清早出门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听我说，说什么也说，走吧。这就是你连夜刺绣的原因。你是来替我道歉的。王爷，你听我说，这些高户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们鱼肉百姓，吃朝廷的俸禄，我惩治他们有什么错？你为什么要来替我道歉？你不知道这是在丢我的脸吗？王爷，别说了，跟我回去。王爷，王爷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你说的都是对的，可是你站在我一个做妻子的立场上想一想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对于我来说，受一点侮辱就能保住我丈夫的性命，这又有什么呢？除了我之外，还有额娘，她马上就要过50大寿了，你忍心在这个时候出事，让她伤心吗？你以为送这些东西，他们就会不动我了吗？至少可以向他们表明，我们知道是他们动的手，他们就不敢轻举妄动。而我的刺绣被扔出来，我想他们这口气也该出了吧。王爷，你知道吗？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了。我看着那些双面绣好看，就一直学，一直学，学得我10根手指都有水泡了。为什么？我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安的回家。我跟你一起去。王爷，走。这个老17，他真的是带着福晋一家一家的去道歉了？这可不像他的性格。是啊，微臣也觉得纳闷儿。不过，
在微臣看来，那些人打了、骂了、发泄了，这件事情也就算过去了。相信应该不会再找石七爷的什么麻烦了。这个老石七啊，朕真是小看他了。皇阿玛在世的时候夸他有魄力、有胆识，朕就偏偏不服气。看样子啊，不服气不行啊。皇上是天子，乃天命所受、万民之表率啊。王爷就是再好，又怎么能跟皇上相提并论呢？哎，好就是好，不好就是不好。即使你骗得了天下的人，也骗不了你自己，何必呢？老石七有这等才华，能为朝廷所用，对朕来说也算是件好事。是啊，皇上所言极是。哎，对了，你急匆匆地赶回宫里来，不只是为了跟我说这些吧？回皇上话，秦太妃的寿诞之日快要到了，微臣特来请示皇上，是否依然按老规矩来办？本来额娘的50大寿应该好好的操办的，可眼下的情形你也知道，就一切从简吧。这皇上，皇上吉祥。哪来的饺子？回皇上的话，是秦太妃送过来的。哦，太妃娘娘真的好兴致啊，怎么突然想起给朕做饺子了？太妃娘娘说，皇上喜欢吃她包的饺子，所以每天都包一些送过来。只是皇上无暇顾及，奴才们又怕凉了的饺子伤了皇上的胃，就拿去倒掉了。她每天都送来？是。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我额娘给我做的饺子是猪肉馅儿的，我额娘给我做的饺子是素菜馅儿的。看看我的，我额娘给我做的饺子是不同馅儿的。萨克，你额娘给你做的饺子呢？我忘了跟额娘说了。别听他说，他额娘根本就不疼他，就算他说了，他额娘也不会给他包饺子的。你胡说！没胡说。昨天我看到你跟德妃娘娘说你想吃饺子，可是德妃娘娘不耐烦的让你走开了。饺子算什么？我才不在乎呢！你敢砸我们的饺子，兄弟们一起教训这个没娘疼的小子！打我们的饺子！住手！还敢打人，我踢死你！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呢？你们一个一个的就看着他们这么打架吗？还不把阿哥带回去？是。四阿哥，你没事吧？我要吃我额娘给我做的饺子，为什么她不给我做？也许你额娘很忙，要不我做给你吃？我要吃我额娘给我做的，我要吃我额娘给我做的。四阿哥，你们记着，待会儿四阿哥回来就说这是德妃娘娘专门做给他吃的，明白吗？是，秦妃娘娘。我饿了，我要吃好吃的。呀，怎么回来这么快啊？不行，我得先躲起来，记得不要告诉他我在这儿。是。嘿，怎么会有饺子啊？四阿哥，这是德妃娘娘拿来的。啊，我额娘给我做饺子了，太好了！我额娘给我做饺子了。四阿哥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太好吃了。秦妃娘娘，四阿哥，四阿哥，我是替德妃娘娘送饺子来的。可你手上怎么有这么多的面粉啊？这个，
不管是谁做的，反正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饺子，以后还会有吗？有，永远都有。这件凤袍是当年孝庄太皇太后最喜欢的一件衣服。本宫在刚进宫那会儿瞧见过一眼，就觉得这件衣服真的好美，好美。可是当时距离太远了，看得不太真切。如今，他就在本宫眼前，而本宫却已经老了，再也没有欣赏这衣服的闲情了。额娘别说这么伤感的话。对了，额娘，这过2天就是额娘的寿辰了，额娘打算怎么热闹一下啊？钱塘正在闹水患，皇上跟老17都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。再说生日是件小事，本宫也不太喜欢热闹，能简单就简单点吧。额娘说的真的很有道理。那额娘有什么心愿吗？也好让我们做臣妾的尽尽孝心呐。心愿嘛，臣妾知道额娘在想什么，额娘不必担心，皇上从小是由您带大的，早晚都会松口的。额娘，额娘您看，这凤袍很久都没有人穿了，颜色都暗淡了。不如这样吧，臣妾把它脱下来给额娘穿上，臣妾想额娘穿着一定会很漂亮的。这样不好吧？没什么不好的，这是早晚的事儿。来，额娘，来。真好看，额娘，好漂亮啊！皇上吉祥。臣妾参见皇上。儿臣参见额娘。皇上请起。谢额娘。额娘，您的大寿就要到了，儿臣特地过来看看额娘。皇上千万不要为这事操心了，这是件小事，并不重要。这怎么会是小事呢？就算国库里没有钱，儿子也会想尽办法帮您办得风风光光的。这是儿子唯一能帮额娘做的事情。至于其他呢，阻滞不可为啊。虽然儿子是皇上，可是有些事情也是无能为力。额娘，养心殿还有一些奏折没有批完，儿子先告退了。皇后，好好的陪陪额娘。是皇上。这就是你们给太妃娘娘准备的礼物。奴婢该死，奴婢该死！太妃娘娘怎么会稀罕这些东西？你们怎么办事的？奴婢该死，奴婢错了，奴婢该死，奴婢该死！
你知道吗？昨儿个皇上去寿康宫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他们母子关系融洽了。倘若此时本宫能让太妃娘娘高兴，就等于让皇上高兴。这是本宫唯一的机会，唯一的，你懂吗？奴婢懂。懂你还把事情办成这样，本宫看的是存心想断本宫的后路。奴婢该死，奴婢该死！娘娘，怎么？你想阻止本宫教训奴才？难道你想跟他一样？娘娘请息怒，奴婢认为太妃娘娘是这个天底下最富有的人，要给太妃娘娘准备礼物，一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冰燕姐姐，她已经尽力了。哦，你想护着她是不是？没问题，成全你。给太妃娘娘准备礼物的事，我就交给你。如果准备的好，本宫重重有赏；但如果准备的不好，你就和她一起下地狱吧。这怎么做不到？我做不到，你还逞什么能？娘娘放心，莲儿一定会准备好让娘娘满意的礼物。皇额娘，今儿个出来有些时辰了，不如臣妾扶额娘回去休息吧。现在本宫不想回去，就想在这儿多坐一会儿。那臣妾带额娘去看戏吧。是啊是啊，我们去听戏吧。对啊，本宫知道你是一片孝心，可本宫今天真的不想去。臣妾参见太妃娘娘、皇后娘娘。参见皇祖母，参见皇后娘娘，参见姨娘。妹妹见过姐姐。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大妞，你不是说准备了节目要让皇祖母开心吗？对呀。那太好了，大家坐着看吧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大妞，这是谁教你的？谁会教她呀？都是她自个儿琢磨的。你不是要让皇祖母开心吗？对呀，可是我好像失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皇祖母都没有笑，是不是我跳得不好呀？你跳得太好了。告诉皇祖母，寿宴那天你会不会跳得比现在还要好？会呀。好，皇祖母就等着那一天。现在陪我一起去看戏。嗯。走。莲儿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离开新者库啊？暂时还不行。为什么？婉嫔娘娘表面上看着温顺，实际上她比狼还凶。依我看，待在这景仁宫还不如待在新者库好呢。真的吗？你不相信我啊？我怎么知道？你进了景仁宫，吃好的穿好的，主子又对你好，说不定你早就忘了新者库有我这号人了。玉树，我们是共患难的好姐妹，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呢？那你要我怎么说？你知不知道，我现在日子过得有多难？闹瘟疫的事情刚刚过去，活多的一大堆。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了，
不是洗就是涮。你看看我这双手，都泡烂了。我现在什么愿望都没有，就只有一个愿望，就是赶紧离开行者库那个鬼地方。只要能离开那个鬼地方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玉树，我知道你很苦，你再等我一些时日，等我安排好吗？时日，你总是说时日，到底要我等到什么时候吗？我知道，在这个世上，共患难容易，共富贵就难。你要不愿意帮我，我就自己想办法。我没有。哎，玉树，玉树，你别跟着我。哎呀，好孩子，忍忍就过去了。等你学会了跳舞，把皇阿玛引来了，你想要什么，额娘都答应你。哎呦，你怎么这么没用啊！你再这样下去，你让额娘以后指望谁？娘娘，公主她还小，万一伤到腰，以后连舞都跳不了了。本宫自小练舞，自有分寸。你们都不要扶她，本宫亲自教她。大妞，你听好了，我们母女俩所有的幸福都在你身上了。你会帮额娘的，对不对？嗯。那好，我们现在继续练习下腰，额娘扶着你，慢慢的往后仰，一点儿一点儿的，千万别着急啊！哎，来，别扶他，这点痛都忍不了，你让额娘怎么办？额娘不生气，额娘，大妞会努力的，大妞一定会努力的。哼，额娘。大妞，你知道吗？额娘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额娘只有你了。要是你也不争气的话，你让额娘以后怎么办？明白吗？嗯，明白了。好，乖。大妞，大妞，姨娘，嘘，他们都睡觉了，我们不要吵醒他们啊。姨娘，你怎么来啦？姨娘听说呀，你额娘让你练舞练得很辛苦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那大妞想不想一下子就练好，让你额娘高兴啊？真的吗？可是。好疼好疼，我练不了了。姨娘有办法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好重哦！大妞下腰的时候呢，就把这个系在腰上，这样呢，腰就可以一下子就下去了。真的吗？姨娘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不过大妞啊，这个呢，可是咱们俩之间的小秘密。不可以告诉任何人的啊，否则姨娘以后就不来看你了。好了，快躺下睡觉吧，把它藏好了啊。来，一会儿你们出宫去请个舞乐班的师傅过来指导小公主，免得寿诞那天出错。奴婢知道了，娘娘放心。
额娘，你看我下来了，我下来了。大妞太厉害了，昨儿个还不行，今儿怎么就行了呢？你身上挂着的是什么？这是我的秘密武器，额娘，我好累哦。那你先起来吧，吃点东西再练。慢点起来，小心闪着腰。大妞，小公主，大妞，快去叫太医。是。大妞，大妞，大妞，娘娘，小公主没气儿了。你给我滚！大妞，大妞，额娘知道，你跟额娘闹着玩是吧？你不想学跳舞，额娘答应你，我们不学了，我们不学了，我们不学了。大妞，你醒醒啊！